当妈坐月子期间，可能这就是幸福具象化吧。喂奶真是件折磨人的事，真能把你咬得很疼。我覺得你兩父女都係嚟搞我嘅。喂，女你細力啲啊！你媽好大力啊！哦，而家發覺冇牙都要咬痛人嘅，有牙嗰時點算啊？你睇我變鐵甲小寶噶啦！鐵鏈小寶，可愛真係令人發癲。和女兒陪爸爸看歐洲杯，看着看着珍珠就掉了。自己深深感觸到了，帶小娃的確很累，但這就是幸福被具象化了吧？人激素真係有啲可怕，根本上就係停唔到落